各位老闆回到大陸啦啊！回到大陸的，喂，攞支煙仔燒燒啦。喂，老細，辛苦你坐幾個鐘嘅啫，燒支煙先啦。好，多謝。嚟，辛苦你坐幾個鐘嘅啫，粵七行嘅。哎呀，攞住行李啊，行李，大家攞齊行李啊，慢慢小心個頭啊。龍灣加益方向嘅係冇？4人喺度等等啊，啊，食支煙仔先。啊，嚟咯，攞住行李，攞住。有啊，等喺龍灣車根嗰度過，免費搭你哋翻去嘅吓。第一次見到你真人。係第一次見到真人，靚仔冇咯？靚仔。OK，嗰個係駁接到鄉鎮嘅，以後大家坐我哋龍灣個加益個同埋4人個車都係免費搭嘅吓。歡迎老細回到落地，嚟食支煙，行李攞住冇所謂嘅，大家帶好行李啊。攞嚟啦吓。好，老細食支煙，醒神，冇食都攞住行李啊，行李啊，喂老細整支煙仔，行李啊，攞住，好，行李啊，坐我哋粵餐個大巴，可以帶你奔赴未來，都可以帶你哋大家衣錦還鄉啊！感謝各位老細對粵餐個支持與信任，我哋有邊度做唔好嘅地方呢？歡迎大家評論提出嚟。最後阿成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，順風順水，身財神，撈死笑。